30外英啊吼，买了这套啊吼，妈妈套装，会唔知大家哪会合来，真正呢吼，又舒服又好穿又大方，穿起来又像后生。嘿，你来睇这套套装吼，你买想睇30外英啊，我已经洗了好侪量了啦，会袂绿色，又袂起毛，又袂揪水，伊个布底啊吼是迄种平丝凉感啊布底啊，穿上身啊有点平平亮亮啊，嘿，重点啊是迄条领吼做非常水，这条领纽啊吼。伊睇了啊吼，是当咱啊对面纽的哦，设置种落落就好啊。当时啊哦，当咱啊唔是对面啊，就是要落落啊。对面啊公托都无遐好诶，因为当下吼，这顶一钉啊吼点啊开，所以伊这是哦加对面啊，所以落落就好啊。还有加较好啊，就是这个做啊咧吼会较长点啊，咱啊手腿大条，咱啊穿起来非常享受，非常享受。加这个好啊，就是伊个裤呢吼是9分裤啊。咱上方是比如讲啊，甲山一个布啊，甲公园镜啊，带龙影做较花呀，啊甲上加买菜啊。非常舒闷，后了咱来穿裤啊，是说吼又非常好，就是保护这个光泽。会重点啊，就是伊这个衫饰吼，有做起来吼，有这点Q 粒，这是我最下，因为睇起来非常受用，但是呢，它非常会食到，嘿，衫饰压水咯。会重点啊，这30外银，两个颜色好拣，一个绿色，一个红色。穿到好不一样，咱服务袂少好穿。恁拍这边恁去睇哦，卡掌是水啊，落穿起来，会还有加这个枪价有危险。恁大家咱吼穿啊，好睇咱收，唔睇咱个体倒转去，会哎呀，咱吼点开照亮就去拍，制服家己好啊，真正嘞吼是啊吼，我特建议恁大家咱吼下下咱啊慢慢去落。